开始，咱来关心4月初大地震了后，花莲山区的土石较松软，加上最近在落大雨，早暗台九线苏花公路163公里到164公里的所在，山壁就发生土石流，造成路袂通。若铁路的部分，因为总德到河仁路段之间嘛发生土石流，尾也甲铁基路淹去，代替伫早暗火车嘛袂过，经过透暝抢修，伫今日透早才恢复通车。伫初一暗，花莲落一场大雨，台九线东向163.4公里，总德磅空南边的出口，土石流自山壁下来，干路规拢砍掉的。自163.3公里到164.2公里，台九线路段和土石流砍掉的，双向拢袂当过。这台白色的轿车看无法度过，回头驶走。不过另外一个方向，这台载满着货物的大货车是冒险硬要过。南无干务段伫初一暗已经派机具来抢修。河仁港总德路段暗时9点半开始，只可能会当出来，袂用搁入去。有几落10台车伫大雨中停伫咧管制口等通车。总德路段估计伫今仔日中昼12点会当抢通。伫铁路交通的部分，代替总德到河仁之间发生土石流下来，甲铁基路砍掉的。代替伫暗时紧急封锁路线，上北的列车驶到花莲，路南的列车是驶到南无站、甲所新站就停来。代替也伫暗时10点40分成立一级应变小组，因那东部干线伫今仔日早起5点已经恢复通车。记者综合报道。